國際星級酒店係點樣管理佢哋過百間房嘅資產嘅呢？今日就帶你揭秘。其實每一間 Sofitel 嘅酒店咧，佢哋都擁有過百間甚至成千間房間嘅。咁喺房間入面，大到係電視機、冷氣，細到係水龍頭、吹風機等等嘅嘢，其實都需要被記錄，而且進行維護嘅。佢哋嘅資產種類係往往超過1000個或以上嘅。如果要單靠人力或者係基本嘅呢啲管理系統去進行維護同記錄咧，其實會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難題嚟嘅。所以 Sofitel 酒店咧，為咗提供俾佢哋客戶最高品質嘅服務咧，使用咗我哋嘅數字化系統㗎，用我哋嘅系統去掃除咗佢哋喺日常經營同埋業務上面嘅困難同埋痛點，解決咗成萬個酒店資產嘅維護同埋維修問題啊！而且仲可以定期去自動計算我哋嘅資產數據。咁到底我哋為佢做咗啲乜嘢呢？固定資產管理應用為每個資產都生成咗唯一嘅檔案，並關聯咗同佢相關嘅帳目啦、工單同證件等等。每個設備都有佢專屬嘅二維碼同埋巴曲。我哋同時適配客戶多種嘅折舊計算辦法，而且將所有嘅折舊計算公式都錄入去系統入邊，交俾工作流定期自動生成會計折舊數據同埋固定資產折舊報表，大大減少咗財務人員嘅工作量。最後我哋實現咗過萬個資產全部歸檔，而且係可以全程跟蹤管理。2025企業系統以舊換新優惠又嚟啦！如果想換咗依家呢套唔啱用嘅系統嘅話，快啲預約我哋諮詢同埋獲取免費 demo 啦！